申请安优惠贷款哦，互房地产的市场是热扑扑。中央银行要求银行业者爱伫9月初啦进前提出不动产贷款具体量化的改善方案，无排除讲要搁再调整信用管制的办法。新青安政策上路，带动房市交易量增加，不动产贷款集中度来到37.4%，离历史的高点敢若差0.3%。都惊信用资产先过头流向不动产贷款，央行进前有邀请各银行的总经理林嘉碧，爱各银行9月7日前提出不动产贷款具体量化的改善方案，将持续呢关注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及银行不动产贷款风险控管，必要时调整了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，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市场，以维持金融稳定及健全银行的业务。不过，央行嘛提醒，袂当影响无自用主体民众买厝，也甲推送途径危险牢固建筑中建所需要的资金。另外，央行嘛呼吁银行顾虑到社会责任，唔通助长炒房、炒地，推出无合理的房价起价。若是传出银行有限贷令，拢会加利率有关到3%，用价来质量。佮加贷款排队爱1个月，互一寡房贷户无法度贷款。银行汰选贷款客户，必须换厝，也甲唔是申请案的头一届买厝的人，贷款会还白钱。经济弱势的家庭，贷款的条件比较差一些，这些人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取得应该有的贷款。真正有购物需求的这些民众，是不是因为这些政策而造成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买房子？房价一直真悬，引起市场烦恼。新贷申请案贷款的少年人，5年后若无法度缴本金，恐惊厝都会卖掉，致使房价会崩盘，银行会面临拍销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